呢段會解釋咩係股票，咩係差價合約 （CFD） 同埋佢哋之間有咩關係。股票就係代表你擁有一間公司嘅股份，你買嘅股票之後就變咗嗰間公司嘅股東。你可以睇到分紅、有權投票、決定公司重大事項，仲有其他某啲權利。如果你想用每股10蚊買100股 ABC 公司，你就要有1000蚊。買嘢就等於擁有。股票價格會因為好多唔同因素而上落，你係報價嘅價錢買入股票之後，股票升定跌就會令你有賺或者有蝕。呢種方式被視為傳統嘅金融市場交易方法。咁差價合約 CFD 又係咩嘅呢？ CFD 即係差價合約，係你投資者同 CFD 供應商之間簽咗一份合約。呢份合約係講明，根據你揸住某個資產時開倉價同收倉價之間嘅差額，用現金嘅結算 ，CFD 就會追蹤住嗰個資產嘅價格。呢個就係佢哋之間直接嘅關係。你會根據你覺得資產會升定跌嘅開倉，例如你可以用 CFD 去買賣一隻股票，而 CFD 倉位嘅價值就會跟住嗰隻股票嘅價格升跌，所以嗰隻股票呢就叫做相關資產。而因為你係向供應商買 CFD， 你其實並冇擁有嗰隻相關股票。佢擁有股票會帶嚟幾個重要分別，例如 CFD 係用孖展交易嘅，你只需要擺抵押品就得，即係話你可以用槓桿去放大你嘅資金，所需嘅孖展比例會因供應商而異，由佢哋決定。如果係5%，好似蘋果咁嘅大公司都係咁，佢就等於20倍槓桿。一開始 CFD 解說入邊買 ABC 股票嘅例子係1000蚊。如果你用 CFD 以5%孖展買入，你只需要攞你戶口有50蚊就得，你嘅盈虧會同 ABC 股票價格一樣咁喐，好似你真係擁有佢哋嘅。所以 CFD 孖展要求低，即係話任何盈利百分比都會高啲，但係跌市嘅時候損失都會放大。而買賣股票就要先買嘅先可以賣，即係話你只可以喺買入股票之後等佢升價先有得賺。如果隻股票跌穿你買入價，你就會蝕錢。如果你覺得大市走勢向下， CFD 就會對你嘅策略有利。但係做 CFD 交易，你可以賣出你本身嘅擁有嘅股票。記住，呢個都只係你同 CFD 供應商之間嘅合約，唔係真正擁有股票。所以 CFD 可以令你嘅跌市都賺到錢。你可以賣出你覺得會跌價嘅股票 CFD 之後，等佢跌咗再買翻，賺中間嘅差價。但要記住，如果股價升咗，你就有機會蝕錢。而股票交易只係其中一種資產類型，相反 CFD 就係一種金融工具或者衍生產品。所以 CFD 可以用嚟買賣股票、外匯、商品等等。咁你作為投資者就可以接觸到更多國際市場，用一個 CFD 戶口就可以分散投資組合。